就看紧注意的题目，看紧注意阮时阵所做，就祝阮求你为阮提供，定紧今仔日对咱讲的，求主嘛拍开咱的心，互阮领受对见，互阮的性命因为你的话一直领我做，安尼祈祷，奉主名求，阿免。跟我讲新年快乐时阵，今仔日的讲道题目天国的应验，天国应验，前面有一个小字，2018新春强档。毋知过年的时阵，你有去看电影无？有看的举手好无？有看，手会当听落。传到过年的时阵，有去看电影，毋过我是伫厝内看电视内底的电影。看电影的时阵，会互人有一种感觉，就是题材有一寡代志要发生伫迄电影。新春的时阵，即几工嘛有一个电影，咱真期待，嘛真紧张，有时阵也真惊吓。毋知即出电影大家有看过？就是开工日。开工日这出电影有看过吗？有演哦。其实就已经发生啊，就是阮规工开学的时阵，开工开学的那一天开始，这出电影就上映了。这是一个就是无厘头的一个发想，一个海报。他就把我们这礼拜，就是上礼拜开工，把它弄得像电影一样，毋是电影这是一个公生球的海报安尼。看到这电影在播要放的时候，然后看这出电影的人，伫内底播这戏的人，就讲是要安怎的？因为这个开工日开始的时阵，毋知你最近有遮尔有这情形无？头一工上班的时阵，感觉做心烦，会感觉无精神，有时阵会感觉无啥物气力。但是你开学的时阵，你会想讲，早时无想要去上课，我暗时困落去，因为年假伫过年的时阵，大家拢无困嘛，拢12点后才开始决定要不要睡觉。所以伫遮个情况内底，新闻就互阮一个建议，8个招数。第一个就是叫阮来补充咱的困眠，要收心收假之前，来补充咱的困眠。第二个呢，来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及时清理肠胃，因为迄胃肠伫过年时阵拢安怎？像青草太丰富了，结果安怎？肠胃可能不适，或者是重咸，即摆爱食较正呢。第三就是要调整自身的状态。当我们要预备开工开学的时候，调整自身的状态，调整可能是作息可能是饮食可能是我每一天都在出去我接下来每一天都要在家里好好认真，可是我都在家里，那我终于要出去工
底伊个人真是会信用的态度是啥物？一开始就讲，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因果是因果。心内送香的人，有感觉着家己的性命需要耶稣的人，伊就开始经历着天路的道路，伊就开始会跟着耶稣，跟着耶稣嘛，互我
伊嘛开始怀疑讲，咱是有违背上帝的话语。所以马太福音第1章在讲耶稣的身份的时阵，为虾米爱写遐长，讲起伊的家世，讲起伊的祖先是啥物人？若是咱知影家己的祖先是啥物人，咱就会知影我真实的身份，我原本是倒位的人，阮兜是咧做啥物的？我会传承迄个价值观，传承迄个习惯甲生活的方式。所以，遮个记载伫圣经的话，伊是对当时要读这个圣经的人是足重要的。伊确认伊的身份了后，搁用旧约的话语来加做因的启示甲帮助。所以阮看到马太福音毋是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了后，每一段耶稣讲的话内面，拢用旧约的话语来加做因的根据。这要讲啥呢？这讲即马咱的信仰，每一个坐伫遮，每一个徛伫遮，每一个伫遮学拢敬拜的信仰，拢是有根据的，拢是根据伫上帝的话语，有根有基的，拢是根据伫上帝的话语，毋是咱家己。我今仔日有感动，所以我来做礼拜。我今仔日有这个想法，所以我来祈祷。是咱有上帝的话语，有历史，有耶稣做的，有上帝创造的，咱行到今仔日。所以马太福音耶稣伫迄时阵出现的时阵，毋若是将旧约律法带到咱的生活中，嘛是搁重新来解释这个律法是安怎发生伫咱的生活顶，安怎发生伫迄个时代，咱即摆的时代。而且，当耶稣来时阵，伊嘛是，毋若是赢过迄个试探，搁有啥物概念，互咱重新来理解，对摩西到即阵真实的信仰生活，互人有啥物看物件是咱看。咱来读即段经文。伊甲伊讲。耶稣来讲，第6章第14节讲，伊来是要成全律法，毋是要废无这律法。伊来是要成全，伊领受上帝的差遣，这应选，伊来到这圣群，一定是要是死讲活，毋是要表演，毋是要搬去，有一个人常常出现做遮个代志，讲伊是弥赛亚，毋是，是对着上帝话语开始有根据的来到伊耶稣出现，诚做一个人，诚做咱的模范，互咱会当有行为的模范，看着耶稣就知影咱要做啥。亲像今仔日，咱拄则聚会嘛有祈祷讲着希伯来书，咱最近在家会主
说的地方可能是我在那时候看到的是中东，我看到的是在印尼，我看到的是在中国，我看到的是在印度，在荷兰放闪所在，在宋中散下的所在，结果耶稣基督后因底下长大成熟啊，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会去，也不是我们普遍社会向往。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却是在那个我们最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甚至是最不想学习的地方，却长出来，生根发芽。所以天高的路一定有新水属于上帝的果子。这果子是啥款的果子？今仔有讲着讲，这咱绕口令啊，好树结好果子，好果子；歹树结歹果子。啊，这果子要创啥？咱转去迄源头来看吼，啊，大伙伊源头倒位？啥说？咱来看，耶和华上帝有我了讲，因咱好树的果子，红树来食，总是分别为歹树，伊的果子毋通食，因为食了必较死。哇，原来信用有分就是安尼。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就有一种影像，树会生果子，树的果子会再长出树，因为有种子，或者是树的哪个部分会长出树。我们看到的时候，看到的时阵，上帝伫遮在讲啥？哎，常常你读着这个，你食迄果子就是毋通食上帝叫你毋通食。对，就是毋通食迄上帝叫你毋通食，迄是啥物咧？耶稣意思是讲，咱的性命爱真做一个有影响人，用性命来影响别人，毋是用是非来影响别人的，毋是用歹话八卦来影响别人的，是用性命来影响别人的。所以，伫第7章的开始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要怎样互甲你的兄弟讲，你放目睭内啥物？草仔油，互我甲你下起来。然后呢？甲你的目睭内应该有银仔
我们不只是讲，不只是听，而是站起来走出去之后就开始。所以，因为咱行，咱外出用运动，真做的运动，圣经内底的运动，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拢是惊迄人看惊，敢若无啥物力量，啊毋过世世界的运动就是安尼。而且今仔日耶稣嘛在邀请你诚做伊的运动，诚做伊的运动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很重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掌权，相信上帝掌管伫咱每一个生活、每一个时间、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看见。一开始，传道门甲伊讲，你平常就去进入工作、进入学校，你有平常就去进入天国。啊，像有一个人，伊讲伊万口舌，而且伊嘛去，但是毋是伫迄时阵伊去的时阵，天国才来到伊的生命，伊的灵魂内，毋是，是当伊咧讲这话的时阵，天国就已经发生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伫咱在生活当中，毋是讲我一定得着，也是讲一定完全，都要行进前，看话通彻，着基督耶稣的所以去着我，这是倒落看话。伊讲，伊毋是讲今仔日是基督徒就安尼，伊讲的是，我毋是讲我一定得着，我是一直行伫咧内面，看会搁较完全，看会搁较活顺耶稣行的路。有一个人就是安尼，伊伫前几天才刚刚离开这个世上。我想很多信用的真友一定有听过伊，也是讲有看过伊的影片，咱来看这影片。But you can determine your destiny by deciding for Christ. Only as individuals surrender their lives. Now, you can't change your past, but you can determine your destiny by deciding for Christ. But Christ can change your past. 铿锵有力的传道，他就是美国最出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如今前往天国享受99岁。Jesus Christ said, I am the way. Come to Christ. He will give you a new strength and a new power. 格里汉出身传道部会，布道超过70年，足迹遍布全球185个国家，其中也包括台湾，估计有超过2亿人曾听他布道。He died on the cross so that all the sins you've ever committed, all the things you've ever done wrong are forgiven. 是人就会做错事，就需要寻求忏悔的出口。因此，美国10多位总统都视他为顾问或精神导师，包括杜鲁门与奥巴马。美国盖洛普每年进行最受敬仰人物民调，格里汉自1955年起共61度被名列其中。If you have a ticket for a flight to Atlanta tonight and can't decide whether to go or not, if you wait past the departure time, the choice will have been made. The plane will take off without you. 格里汉言谈幽默，维护团结精神，早年更坚持不甩种族隔离政策，坚持让跨种族信徒坐在一起听他传道。连已故的美国黑人民权先驱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也都视他为挚友，还曾说如果不是格里汉的传道，他的民权运动也不会如此成功。由此可见，这终其一生信主的格里汉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耶稣基督来死于十字架，又复活了。他要我们为罪
所有我们的罪都被赦。这是讲的话，啊，伫最近看到因为伊逝世，所以我去看了有关他的分享。我看到一个 TED 的影片 ，TED 现在非常流行。什么样的不管哪一个行业，都会借由这个平台来分享，可能是最新的科技，可能是一个心里面的心理智商，或者是一个对人习惯的研究，科学的、心理的各方面、经济的、社会的。他被邀请去之后，他一上台就说，伊上台就讲，伊想，伫这个讲科技的所在，哪会请一个传道人来讲话呢？伊要讲啥？结果，伊讲，当伊要准备来分享的时阵，伊看有了圣经，伊规个圣经内底，伊看家己伊的生活。他说，大卫啊，在这些他的历史背景，这个王朝里面，他看到了大卫的生命一直在问3个问题。那传道只记了2个，跟今天有关。第一个是他问一个问题说，科技这么进步，社会发展，文明走到了今天，哇，现在还有 AI 人工智慧，很多人都要被取代，好像是这样。但是，台北的明星伊反映一个代志讲，那是科技是这样进步，社会是这样进步，在那个时代，大卫已经是在那个时代最进步的。那他们能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记得的第2个问题是，既然人类社会走到了这么的前面，那有一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伊问了这2个论点，在他这句话里面都给予了回答。我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天国才是我家。但是天国是咱的厝，最后的代志就一定要得到解决，透过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天国是咱的厝，死亡的代志也一定会解决，因为咱的生、咱的死拢是掌握伫上帝的主权中。不管你几岁，伊上尾一遍报道会是伊95岁时阵，所以咱在场应该无超过95岁，咱阁有机会办报道会。阿妹吗？安怎办报道会？你要去185个国家吗？可能来不及，传道可能都来不及。但是咱会当安怎？伫咱的厝内就是报道会啊，伫咱的工作的场合就是个报道会啊，在我们任何去的地方都是布道会啊，对不对？所以这是耶稣的教导，伊去到倒位就有新业，就有奇事发生。伊去到倒位，啥物人款的性命就通改变，啥物款的性命就更新安尼，这就是上帝咧做的代志。咱同齐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使用软弱人诚做验的人，感谢你使用有限的人诚做验的人，感谢你使用半路的人诚做验的人。透过主耶稣的救恩，咱的性命得到更新，进入一个新的应用，就是上帝你创造阮，你许阮，你掌管的应用。愿每一个人会当伫你的面前，承认家己的心需要耶稣的救恩，信入你的
咱起立来唱回应诗歌。主听我祈祷，听我的困求。